他们多。哎，在这儿，这个位置。上面，上面。哎。我们各张队的注意啊！我们那个荣庄稼老师的那个最后30秒一完，就接你们的各庄朝中间跳，中间跳。我觉得你那边上不好，旁边不好。他一边上那边太长了，就关键是呀，不是我们这你那边上没办法下。来，音乐起。永吉老师，你们这儿要接那个荣庄稼老师的最后一个音乐，走起劲来。买了帽子啊，买了一个。他们是第一个开场的，后面有人跟我讲，然后后面拿枪呢，拿枪。编导们一定要记到，各庄是二佳老师的最后30秒上场接。最后30秒，他们最后30秒那儿呢，你们就他们也有最后30秒，你们就可以说嘛。你们肯定有提醒，我喊他放下最后30秒。让高票管你放下最后30秒，放到听到那儿。好，放了。但是他们自己晓得这个。我重新开播吧。哎呀，这太马上就分太唱了。哎，谢谢。说他唱的。那是心中永远的故乡，那是心中永远的故乡。
那个请我们永吉老师那个队伍进来一下，来从来一下，从那儿进来。因为我们的二佳老师他要唱完过后，他要退出去，所以说里面有个扮演。半圆。